有够热哦，开这个冷气纳电费是纳甲哀哀叫。省电的专家讲，其实开冷气有一寡省电的小撇步。另外，厝内有一寡电器是食电的怪兽，正伤电。专家嘛提醒大家一寡爱注意的事项。安尼开冷气爱设置会真伤电。伫厝内吹冷气，若是加这个动作，无形中就会使省电费钱。冷气温度上好是调到26到28度之间，配合电风增加冷房的效果，会使减少用电量。是讲厝内上电的唔拿冷气尔。像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代志，因为它有亮灯。像这款面板会死的电器，还有这款荧幕显示的，其实拢较伤电。家里面最可怕的一个待机电力的电器，其实就是所谓的机上盒。在有使用的情况之下，跟没有使用的情况之下的，它的电力消耗几乎是一模一样的。因为天气愈来愈热，用电量嘛愈来愈悬。今天我们的用电记录是3684万千瓦，那这个数据大概就是已经是今年的最高，也是创历史6月的最高。当年7月到8月拢是用电量上济的时阵，虽然讲台电阁保留20%以上的备用电力，不过你每一个小动作，唔但会使省电，阁较环保，同时阁会使省电费钱。